Have you light lunch or heavy lunch? 你们的中餐是丰盛的呢，还是随便的呢？如果是丰盛的中餐的话，那请你们不要在这边偷睡哦。Even in some cases, sleep should be peaceful sleep. 或者是请你睡的时候安静的睡眠，不要制造噪音。啊？刚刚讲到的是极地的部分的内涵。那也就是说，烦恼有没有对治力呢？烦恼是否可以断除呢？那也就是要看第三谛灭谛的内涵，以及透过第四谛道谛的内涵来去了解，来去寻获这种的答案。那第三谛灭谛，透过这个灭谛的内涵呢，了解诸法无有自性。总之就是配合四法印的内涵呢，来去了解到诸法无我，透过这种空性的认知，来去相信解脱的存在。那成立解脱的存在，唯一的理由就是解脱主要障碍呢，就是颠倒执着。那这个颠倒执着，它与实际状况呢是不吻合的，是完全颠倒的。透过这种的认知，透过实际状况的智慧，来去对治这种颠倒执，而去成立涅槃的存在。所以所谓的道谛呢，就是了解空性的智慧。所以在这个同时，因为智慧本身它是一个为明为知的一个体性，所以这一点我们也是要去了解的。所谓的解脱，并不是说从外在的像大地上来去成就的，并非是如此的，而从内心上来去获得解脱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心的本性，为明为知的体性是如何。所以所谓的道谛的内涵，不只是讲到认知空性的智慧而已，而是智慧本身它是如何的一种性质。为明为知体性的这个内涵呢，必须要去了解。所以透过这一种呢心的这个性质的认知，我们才能够知道说，原来心性上本身没有污染。所以透过这个为明为知的内涵呢，来去相信解脱的存在。所以所谓的灭谛，就是说透过某一种的对治力来去对治某一个障碍，而且完全的消灭，不会再次的升起，这个叫做灭的意思。所以灭就是断除的意思。那这种的断除呢，是透过某一种的对治力来去断除某一个的事物，让它永远不会再升起，让它永远不会再发生。透过某一种的对治力，而来去获得这种灭功德，这个我们称为叫灭谛。那互相的这种对峙呢，就像好比像色法来讲的话，如果色法有两个不同的色法，那互相的对峙，互相的压制，这个叫做对峙力的意思嘛。就像好比冷和热等，就是这些的色法呢，互相的伤害，互相的对峙。那这一个我们称为叫做续流上的对峙，续流上的相违。也就是说，冷的续流很久的话，那在冷的续流很久的当下，热的续流就会慢慢的减弱。热的续流很久的话，冷的续流就慢慢的减少。但是这个跟暗和明是不一样的，有光的地方马上就没有暗，有暗的地方马上就没有光，这个是直接的对峙，那是不一样的。那现在所谓的意识的这种对峙力呢，是透过一种所执的不同而来去做对峙的。也就是说，缘同一个境，所缘是相同的，但是它的所执刚刚好是完全相违，才能够成为意识的对峙力。所以，就像好比我们就是所缘一个事物，在同时间内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好看的，会产生悦意的感觉，也就是产生贪心。但是马上又缘同一个事物去想说这是不好看的，这是讨厌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时间具有这两种的心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所缘是相同，但是所知是完全相违的。所以一个人的内心里面不可能同时间具有这两种的心态。相同的，我们不可能缘同一个人，就是马上想说希望他痛苦，于是非常的憎恨他、讨厌他、厌恶他，在这个同时针对一个人又完全的关怀他、慈爱他，这种同时间的存在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执的意思是什么呢？
也就是所缘、身心或者是五蕴。那所执是什么呢？所执就是说，缘了身心之后，执着我是真实有的，我是独立自主的。但是空正见呢，是说所缘身心之后，这种我它是无有自主的，无有独立的，所以它的所执是正相违的。所以什么样的意识叫做颠倒执？什么样的意识叫做正量呢？也就是这个意识它的所执的内涵与实际的状况完全吻合。换句话说，也就是智慧去观察这个意识的所执境的时候，有足够的理由，或者是反复的观察之后，它的实相慢慢的浮现，越来越清楚的话，那这个意识称为叫正量。但是有一种的意识，它的所执性通过逻辑去寻求它的实相的时候，慢慢实相慢慢的越来越模糊的话，代表这个意识的所执境呢与实际的状况是不吻合的。就像好比一个人所说的话，如果有足够的证据，通过长时间的观察的话，他所说的内涵与实际上是吻合的话呢，通过观察我们就可以找到，而且他的实相会越来越清楚。可是这个人所说的话，反复的去观察之后，越来越模糊的话，代表说这个人所说的话呢，是与实际不吻合的，是撒谎的。我所谓的冷热并非是水的意思，而是说现在像我们现在这一个会场来讲的话，冷热的这种温度，也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感受到的这个温度的意思。现在不是说 eliminate， 而是说减少。那至于能不能够完全的断除呢？那就必须要看到心事的体性是为明为知的这个内涵呢，也就是所谓的心呢，它是一个无记的状态，而且心有很多不同的粗细的层次。那在无上瑜伽部里面有说到了很细微的心的这种细微的层次。那烦恼的这种感受呢，大部分都在充分的意识的状态下来去形成的，没有办法在细微的状态下去形成烦恼的。所以通过瑜伽的串习力量、瑜伽的修习力量，平常我们这种很细微的无记的心、无记的意识呢，可以把它转为善心，转为空正见。所以烦恼的意识只处于这种初分的意识状态当中，但是在很细微的具身原始之光明，它平常是属于无记的状态，也就是平常都是无记状态，但是它不可能成为烦恼的。那这一种的意识呢，可以透过特别的方法，用非常强烈的正念和正知的力量，透过这一种的种种的因缘聚合之后，细微的意识呢，转为了空正见，这是有办法的。如果能够这样做到的话，真是非常殊胜呢。如果再加上，我刚刚想到一个内涵，怎么突然忘记了？那这些初分的意识，我们称为叫初分的气流和初分的意识，我们称为叫初分法。那也就是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的生灭，但是细微的，我们称为叫具身原始。为什么要称为叫具身原始呢？因为它是很久的存在。但是烦恼的意识是属于初分的，它属于暂时性的。但是透过具身原始的光明，我们可以把善心转为一个很久的一种意识，所以它有很特別的殊胜。那这样的话，才有办法真正的永恒的断除一切的烦恼。因此，所谓的佛性或者是如来藏呢，就是讲到了，我们就知道要透过具身原始之光明来去认知，来去了解。龙树的弟子也会叫做生持，声音的声，持有的持，或者是龙觉菩萨，或者是龙觉菩萨，或者是生持，梵文叫做老呼什么的就对了。是不是叫拉胡达拉？我不知道，你可能只知道一些梵文吧。反正就是，要么就是龙觉菩萨，那西藏直译叫做达坚子音，西藏的音发音叫做达坚子音，音译叫做生持。有一句偈颂就说，菩提是并没有办法给予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菩提的这种果位是没有办法给予我们的，或是一个人给予我们的。
为什么呢？因为菩提并不是说别人持有的，而是自己去获证的。而且成就菩提的因缘是我们原本就有的，我们原本就有能够成就菩提的这种能力。如果自己能够了解现成的话，透过自己现成就菩提的这个因，因为我们一存在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的如来藏。如果我们能够彻底的、透彻的，能够让自己现成这一个成就菩提之因的话，我们就成佛了。就曾经说到这样一个寄颂文，那这以上就说到了知苦、断集、正灭的这个内涵。那为了能够断除这个障碍呢，也就是现证空性的这一个智慧呢，如果升起的话，那就跟所谓的光明和黑暗的这种对峙几乎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现证空性的智慧升起的那个当下，见到所断的这个障碍呢，就马上瞬间的断除。다 되게 안다 동해 시험에서 군주방을 자 고봉어도 자았습니다. 以及一切的恶相呢，也会瞬间的马上的断除。但是为了能够获得这个现证空性的智慧，我们必须要逐渐的、长久的串习空性才有办法。所以首先必须要升起修所生慧，这之前必须要先升起思所生慧，这之前必须要升起闻所生慧。所以从闻所生慧开始呢，我们就要努力的尽量去领会缘起性空的道理。如果领悟的越多，领会的越多，那这个我执的这种初分的执着呢，就能够逐渐的慢慢的削弱它的势力。这个就跟之前所谓的续流的对峙是非常相似的，就跟所谓的冷和热的这种对峙是很相似的。也就是说，空正见的力量越强的时候，很坚定的执取是有我的这种执着的力量呢，就能够慢慢的消落了。那当我们得到了或成就了现证空性的智慧的那个当下呢，就能够断除一切的这种恶相，就能瞬间的停止。但是当然初定之后，恶相又会再次的产生，而是这样子去修行的。所以我们所谓的加持呢，好像是这种光明和黑暗的这种对峙一样，好像能够从外在得到某种的加持的力量，瞬间的让自己所有的障碍尽除，让自己获得成就，并非像是冷和热一样，是要透过逐渐的、慢慢的、长久的这种修行，使我们对治力的这种力量增长。其实我们是应该要逐渐的让自己的对治力的力量增长，那慢慢的呢，把这种的障碍逐渐的去消落它、对治它，慢慢的去洗涤这种负面的这种障碍。其实这也算是一种法性的规则吧。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瞬间的、突然间的得到一切的这种成就啊。因此佛说了，自己是自己的护主。我只能对你说到了解脱的方法，至于走上解脱的人是你自己啊。所以佛陀并没有说他可以把自己的解脱给予我们啊。所谓的菩提，并非像用水去洗涤我们这种的污垢般的，能够洗涤我们一切的障碍，绝非是如此而来去获得菩提的。刚刚法王说到那个生词叫做达坚子的，我们中文的正确翻译应该叫罗喉，阿罗汉的罗，喉咙的喉。因此呢，就是心经里面有说到了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就说到了前进，就是前进，就是揭谛揭谛的意思嘛，揭谛揭谛的前进。到彼岸去，巴拉嘎爹就是波罗揭谛，就是到彼岸去，到正觉的彼岸去，就是波罗僧揭谛、
菩提萨婆诃就是成就大菩提。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呢？我们的心的次第呢是要逐渐的通过这种的次第呢来去走上去的。那最主要是由空性的智慧的这个建立上来去逐渐的改变我们的心的。首先升起空正见来去成就道地。所以我们在修学空性的时候是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那修所生慧的时候呢，就是加行道。那之前是资粮道。那之后透过这种修所生慧呢，慢慢的、逐渐的修行之后，尽除了一切的恶相，现证空性的时候就是见道了，就所谓的前进啊。那现证空性的智慧呢，反复的串习，如此的这样去学习的缘故。所以前进到正觉的彼岸，所以正觉到彼岸去。那由这一种的修道，以见道再到修道了嘛？那以这种修道再次的反复的串习，长时间的串习的缘故，而成就大菩提的，而成就佛果位的。所以这代表什么呢？无论是我们的这种无明也好，或者是一个爱我执，这种一直圆自己的这种想法，爱我执也好，都是要通过逐渐的这种修行，慢慢的去消灭它、断除它。所以我上次有开玩笑的说，当我们在念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的时候呢，应该是要想到这些的道理，但是我们不这样想，反而我们会这样想说，幼小、年轻、中年、老年，最后菩提萨婆诃的时候就是死掉了。我们可能会这样想。我们应该要想说内心上的一种提升，但是我们却不这样想，反而修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的时候，最后变成到这个失落林去了，跑到棺材里面去了。我那时候有跟他们开玩笑，不应该这样想啊。就像好比小孩一样，那时候到10几岁的少年，之后变成青年，然后之后变老年。当到菩提叶说好的时候呢，就死掉了。这个就是无余涅槃了，什么都没有剩。这个到时候变成想要修行佛法的脑袋都不见了。The other day in America, I'm passing through some. passing. 但在美国的时候，有一天我在经过某条路的时候呢，那在另外一边，我刚好有那个墓地，那我就跟一些人开玩笑的说，那我就跟他们说，今天呢，我经过一个墓地，那这个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无余涅槃就在这个墓地。所以这些的经典的内涵呢，最主要是为了使我们内心的提升而去说到了诠释了这些的内涵。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呢，就是正觉的果位啊。所以佛教徒呢，我想我们最终的目标应该很明确的要去认知是成就佛果位。所以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让自己变成佛。从佛教的观点来讲的话，有意义的人生具有这种人类的智慧，我们要运用在什么样的用途上呢？最终的目标就是正觉果位了。因此，知苦不可得知，断集不可得断，正灭不可得正，修道不可得修。I will carry some explanation. Then perhaps 现在大约在2点半的时候，我先会做一些解释。那大约在2点半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播出半个小时来做问答题。那请你们准备一些问题，请问一些好的问题，一些很认真的问题，不要问我一些愚蠢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在解释佛教的观点，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些内涵，所以我希望能够得到一些严肃的一些问题。如果有一些毫无相关的问题、很愚蠢的问题的话，只是浪费时间而已，不是吗？所以讲很显然的 questions to collect 这些啊 ，and also I think useful some microphone。是吧？所以，请你们这些工作人员去收集一些他们的问题，或者是可以直接提问也可以。So now，那
那现在讲到了修道的这个“道”字的内涵呢，然后最主要的根本是什么呢？我们在此的“道”字的意思呢，就是圣道。圣道的定义是从哪时候开始呢？现证空性的智慧之后开始的。也就是说，真正能够对治烦恼障的是只有圣道才有办法的，就是圣者的这一种道功德才有办法。那这种无有污染的无漏的智慧是什么呢？无漏的根本定是什么呢？也就是现证空性的智慧。那为了能够获得现证空性的智慧呢？那现证空性智慧本身是去除一切恶相的智慧。那为了得到这种的智慧，必须要专注空性的禅定，非常强烈的禅定才有办法。如果没有这种专注于空性、专注一境的这种空性智慧的话，那纵使我们再怎样的去思维空性，只能够短暂的思维空性，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彻底的、很专注的去认知空性的。所以，为了能够获得这种现证空性的智慧，当然在闻思修里面是修所生慧是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戒定慧里面算慧学，虽然它是直接属于慧学的一个内涵，但是如果没有定学的这种禅定的辅助的话，是没有办法现证空性的。所以为了能够获得圆空止观双运，所以我们之前必须要有禅定的这种基础才有办法。所以专注一境的这个禅定呢，我们必须要先获得才可以啊。透过这种禅定的基础，我们才有办法真正升起具有强大力量的智慧啊。那我们的心有分很多不同的这种作用啊。那有一种类的心呢，它具有这种的作用，也就是让我们能够专注一境。那这个我们把它称为叫禅定。但有一种类的心，它能够很深入的去解剖诸法之间的一个差别，那这个呢叫做智慧。所以我们要升起这一种对于智慧的一个追求。这个透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去产生对于智慧的追求呢？就透过听闻。所以为了能够获得一个非常殊胜的空正智慧，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专注一境空性的这一个所缘境上，所以这时候必须要有禅定的基础。因此呢，这我们必须要去修学这一个禅定或三摩地。那在此我们把它称为叫做蛇摩他。那在修学蛇摩他的时候，最主要是专注一个境而已，而且要明显的去专注，而不是说安住在这个境上，但是内心是一种很黑暗的一个状态，应该是很明显的，好像心和境是粘在一起的，好像磁铁一样吸住一样的，要很明显的去看到境才可以，而不是说只是只住在境上而已，这样的话是不够的。那具有这种明显力，具有这种的指出力的时候，那就是一种蛇摩他的一个修法。所以蛇摩他要先有才可以。那为了能够获得蛇摩他，所以在这之前呢，必须要有强大的这个正知还有正念的力量。那为了使正念和正知的力量增长，所以必须首先要去断除这种外在的散乱。所以外在散乱的这个对治力的正念和正知，不去修行的话，那是没有办法断除内在散乱的正念和正知的。所以为了让自己不被这种外在的散乱给动摇、给控制，为了能够让自己培养对除外在散乱的正念和正知，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戒律，我们必须要有戒学。所以我们所谓的修行呢，其实它的总意就是说到了三学：慧学、定学以及戒学。一般这三学呢，外道婆罗门教他们也有在说，也有这样修行。但内道的这个慧学呢，我们跟外道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说到了空性的慧学，但是在定学来讲的话是一样的。那内道和外道之间的不同呢，就是说我们认为解脱是内心的一种功德，而且我们说到了获得这种解脱的主要的障碍呢，就是我执。那这个我执为了要断除的缘故，唯有透过无我的空性的智慧来去对治。所以为了让心能够转为现证空性的智慧，所以这种的方法，这种的教义呢，这是佛教的一个不共的教义，所以形成了基道果这三种的不同的层次。当然外道他们有说到了他们的解脱，他们的一个方法，也有说到他们如何获得解脱的一个三摩地、定学等，但是他们并没有讲到无我见、无我的智慧而去建立的基道果啊。
但是佛教却是以无我的正见而去说了几道果的缘故，所以我们佛教的三学呢，把它称为叫做圣三学。所以这个圣三学呢，是我们初学者就要开始去进行、开始去修行的一个最主要的内涵。那这一种三学的这个修行，为了能够圆满的缘故，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希求三学。那这种希求、这种的追求，我们先要去获得。那这个追求为了能够建立的缘故，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升起对于解脱的追求。为了能够获得对于解脱的追求，所以我们先要去认知何谓痛苦。所以是说到了知苦。那知苦的内涵是什么呢？只要我们被烦恼控制的话，我们就没有真正自主的一天，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快乐的一天。所以只要有烦恼存在，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自主、真正的自由。所以这就是一种痛苦啊！所以在此，我们必须要去观待，必须要去认知烦恼的过患呢。所以对于烦恼的这种厌恶心越强烈的话，那自然我们就可以知道真正的痛苦的一个内涵呢。如果对烦恼是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要去了解真正痛苦的话，那是不可能的嘛。所以首先我们要去认知烦恼的过患、烦恼的坏处是什么。那这样的话，我们才会知道说，原来真正的痛苦一切都来自于烦恼啊。所以首先我们先思维苦苦，那我们对于苦苦的这种厌恶，或者对苦苦的这种排斥，虽然是有的，但是对于未来的苦苦好像又没什么感觉，就没有什么感触。所以我们现在这种强烈苦苦的感受，我们既然都排斥的话，所以我们刻意去思维说，我们这种苦苦、强烈的苦苦的这种感受来自于什么样的因缘？那这样的话呢，自然就会想要排斥这种促成将来苦苦的这种因素，我们这样就能够阻止。那在这个同时，我们也要把世间的这种荣华富贵的有漏的快乐的感受视为是一种痛苦。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上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追求世间的安乐。当然没有人想要刻意的去追求痛苦，可是却不知道因为世间的这种荣华富贵、这种快乐的享受仍然是一种痛苦的性质，因为过分的追求、贪溺在这一种的追求上，所以造成种种的不需要的复杂的问题和痛苦啊。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知道说有漏的快乐的感受其实也是一种痛苦的话，那这样的话对于这种世间的追求呢就能够减少了。那这一切为什么都会成为痛苦呢？就是因为由烦恼以及烦恼所带来的业力而去形成。所以在这种烦恼控制的情况下，我们无自主地造了许多的业。那随着业的这种海波而漂流而动摇的，所以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听我们的控制，不能被我们所使唤，反而被烦恼给控制了。所以透过这种思维来去认知烦恼的过患，就像400论里面，就是阿亚德瓦呢曾经有这样说，提婆菩萨曾经有这样说到了。先遮遣非福，中因遣除我，后遮一切见，如此为智者。也就是首先我先要去遮挡这种恶业以及恶劣的这种恶行。那中因遣除我的意思呢，就是说这种一切的恶业和这些的烦恼，最主要是来自于我执。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遮挡一切的恶行的话，之后要去做什么呢？就是断除这种一切恶行的来源我执，还有一切烦恼的来源我执。所以在此说到了中因遣除我。后遮一切见，就是不只遮除了我执以外，我执所留下来的一切的这种习气都能够去遮挡的话，那都能够去遮除、消除的话，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成就一切正觉的佛果位了。所以再次说到了如此为智者，如果能够这样去有次第的这样去学行的话，我们就能够圆满一切的教法的一个修行。到长城门了 temperature. I think the temperature seems now. I think a little warmer maybe. Some of you seems. Are you cold? 好像有一点冷哈。这个温度好像，如果能够提高一点的话，我看到你们好像很冷的样子。你们冷了吗？我想，可不可以温度调高一下？我们可以。民众说我们可以。我看到有些听众好像整个人都缩成一团的样子了。So temperature, I think something. 21, 22nd, 22, I think that's maybe
大概21、22度左右吧。但是我想你们可能会比我更有经验的。So now questions, some questions. 那现在开始做问答题。There is one question that came much ahead of others. It says, "Is emptiness a relative or 空性是世 ultimate 俗谛 truth? 还是圣义谛呢？ That is a conventional or ultimate truth?" ultimate truth 就是说，佛呢在讲授的时候呢，曾经有说到了16种空性、18种空性、20种空性等。针对空性本身又说到了空性，所以空性有分到内空性、外空性、空性的空性，也就是空性为有法之后，再去说它的自性空。为什么呢？因为空性比起名言式来讲的话，那它是一个很究竟的一个内涵，所以我们说它为圣义谛。那再加上它是一个无漏根本智，能够去理解的，能够去看到的，所以我们说它是圣义谛。但是虽然是如此，可是空性本身它也并非是自性有的，所以佛世尊很严肃地说到了空性本身也是自性空的。所以空性本身又有可以分二圣谛了，空性又有空性的世俗谛和空性的圣义谛。就像好比，如果是像瓶子为有法的话，那我们不会觉得说自己所看到的感到满足瓶子的存在，而是觉得它自性而有，这是我们的看法嘛？但实际上并非是如此啊。瓶子只是我们在密言式看后，因此而感到它的满足的存在而已。除了这一种的存在以外，再去寻找一个瓶子的存在的话，那是找不到的。所以我们会找到一个瓶子的无自性。可是瓶子的无自性，把它设定为有法，再去寻找它的性质在哪里，再去寻找它是怎么存在的话，那又找不到了。就像我们去寻找空性的时候，空性也是依由众多的因缘取名而有的一个假象而已。空性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性质，从某方面而存在的，这样又找不到了。所以空性去寻找之后又找不到了。空性本身也是唯有名言是看到，唯有意识看到的一个情况下来去安立而有的。所以在经典上有说到了，比起瓶子空性的空性而言，瓶子的空性是瓶子空性的空性的世俗谛，曾经有这样说到。下一个问题。我想我们必须要去多多的认知我们内在的这个价值。那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去制造出来的，那是由人类制造的。这很明显的，我们的想法或者我们生活的方式，并非是，或者是应该这么说啊，就是因为很多的问题是由我们制造出来的缘故，所以这个是与我们的行为或者是我们的看法有关的情况下而去形成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下，我们绝对能够改善。但是有很多的情况，就像我们的太阳比起其他的星球可能更年轻。那50亿年前有了这个太阳，50亿年后它就会消失。那这种自然的改变呢，应该怎么说呢？Then I think every millions of years, things changing. One time,
就像我们之前就是叫做 Ice Age 冰河的这个世纪嘛，那时候有很多这种冰河世纪的大象、野兽等。那随着这个冰河时期的消逝，那这些都不存在了。那时候我想人类的数目一定是很少的，不会像今天一样这么多的。但是随着大自然的改变，而整个都在变化当中。所以我们的地球一直在改变当中，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做或者我们能够改变的，这些是超越了我们人类的一个能力范围了。Next. Who is Buddha? Is he a master or your 谁是 God 佛？ or a 他是 statue? 阿舍 Where 离 did 还是 Buddhism 上帝？ originate from? Buddha's origin, just like us, ordinary sentient being, then eventually become Buddha. So, 那佛是从哪里来的呢？佛他刚开始跟我们一样都是凡夫，就是因为透过修行洗涤了一切的罪障而成就佛果位的。所以佛教徒认为佛一开始也是一般的凡夫而已，但是他能够成为正觉，是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这种苦行修行，如同之前所说的修行的内涵。所以我们现在在讨论的就是说，他修行的内涵是什么？所以透过他个人的这种经验，那他成就了果位之后，他跟我们说他自己曾经走过的这段路，他的经验就是这样子而已。I have always been confused by the idea of individual 如果 karma 没有我的 and 话， individual 那我们又 reincarnation 说有 when 自己 there 的 is 业 no separate 或者是 self. 自己的前后世，这样不是很矛盾吗？所以我时常感到疑惑。 Individual karma ta individual reincarnation kane yung guys. How can anyone attain nirvana? 那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没有我的话，怎么去获得涅槃呢？像看看，现在这里有一个人在这个法座上，那这一个人呢是人类，那他也是一个西藏人，他也是一个出家人。 also, now today you can say old person. Then also can say 当然是一个老人，你也可以这样说，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健康的人， also you may say 或者是 hungry person. 你可以说很饿的人，很饥饿的人。 So all these is connected with this body. 这一切的这种说辞都是跟身体有关的，不是吗 Or？some conditions of the body 所以有一些的经验，或者是有一些的 called 存在，就是因为与身体有关的缘故，所以我们说这个人是年轻的、健康的，或者是老的等等。 then in state of deep 当我们在很熟睡的时候，那这时候五根而产生的感受呢，就慢慢的消失。 inactive. 但是那时候我还是存在的，因为那时候我们会说这一个人他在熟睡啊， That person 这个男生或者女生，他也可以说 and 我熟睡了好几个小时啊，但是这种初分的感受却是不存在的。 sensorial sort of consciousness not there. So being still there. Then further goes when complete faint in the state of coma. 所以代表什么呢？这个人仍然是在那个时候存在的。如果我们再更深入的去研究的话，如果这人完全昏倒了，完全没有感觉了，但是我们会说，这个人那时候昏倒了，虽然那时候没有所谓的意识，但是我们还会说，这个人啊， At the time of 因为他的心脏还是仍然在运作的，还是会呼吸的。当我们在死亡的时候， after sort of what 在很短暂的时间内，当我们的心脏停止的时候，或者是脑部完全死掉的话，那马上就说这是被宣布死亡了。 But occasionally we noticed that some people remain in that state a few 但是我们仔细看的话，有些人 without any 在那个时候仍然可以把他的身体保持好几个礼拜，好像活生生的这种血肉之躯，就像我的老师还有13世达赖喇嘛就有这种的经验呢。所以我们
通过一些的经验，我们可以知道说，确实有这一种的存在。但现在科学家他们还没有办法针对这件事情来去做解释。但是佛教的观点，我们呢有这种的解释，也就是在最细微的光明的时候，最细微的意识的时候，那这一种的能量仍然储存在身体里面，所以我们的身体不会腐坏，身体不会坏掉。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当时，这个人仍然安住在光明当中，安住在光明的状态，但是身体已经完全没有运作了。That is the ultimate basis of self. 在那个时候，这个我就是由这种光明，或者是这种的光明所产生的能量而来去安立而有的，就是由这一种的基础来去设定或者安立为我的假象。所以我刚刚不是说了一个很久吗？因为就是这种光明的状态，它不会断灭，它是永远会持续。但是初分的意识却并非如此，因为初分的意识在熟睡或者是昏倒的时候，它就消失掉。但是这种光明的状态呢，是不可能断灭的。纵使是身体没有办法运作，大脑已经完全死掉了，但是这种细微的具身院识光明呢，还是仍然存在的。这种光明的能量呢，还是仍然存在的。在那个时候，所谓的我，就是由这种光明或者是光明的能量而来去安立的。所以这种光明离开了我们现世的身体之后，到了后世，到了其他的身体。所以非佛教徒不需要了解这方面的内涵的，但是佛教徒我们是这样解释的。而且实际上，如果有人能够回忆起前世的话，那我们是用这种的理由来去做解释，有前后世的。So the selfless, I mentioned this morning. Morning, Buddhists not so foolish, you see. 所以所谓的无我，就如同今天早上所说的，我们并不是很笨的说没有我，或者是否定我的存在，并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这里，有我的，我是存在的，我一定有的。没有我的话，怎么能说我是我呢？就因为能够说我是我，所以我是存在的。我正在讲话啊，没有办法否认啊这个事实啊。你们有很多的我啊，你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我啊。如果我们否定了这一点的话，那这样的话，佛教徒就是一个很愚笨的一个宗教好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都堕入于太极端的一个想法了，太偏端的一个想法了。知道了吗？再下一个问题。And I find it very difficult to find the time for daily meditation and 我觉得很困难去修行，因为时间也不够。所以有没有不需要很长的这种训练，但是却能够修行？有没有这种的方法？ Progress. Yes, I agree. 那我当然也同意，就是说，因为没有时间的情况下，修行是很困难的，而且都没有时间了。但是如果你有空时间的话，就像早上一起来的时候，那至少30分钟或者1个小时修行观修。佛教徒的一个修行来讲的话，不应该只是只修而已，而是应该要观修。While you are working, you can practice analytical meditation. While you are passing through, 而不是专注一境的只修。就像当你在行住坐卧或者是购物的时候，你也可以透过观修的方式来去修行，这个是更重要的，这才是更有力量、更有影响力的来去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内心。 Just simply, you see, sitting and close eyes, and 只是闭上眼睛， thoughtlessness. 没有任何的作意或者没有任何的想法。 I think sometimes I feel like just a tranquilizer. A few moments,
as peace. Afterward, nothing. 有时候我觉得就像好像被麻醉一样，就像就是几分钟之内非常的宁静，之后呢就完全的没有什么样的功德啊，这不是真正的修行。那如果是这样修行的话，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是真的会被挫折给打败的。Like that. Then next. So you have to try to find some free time. Then also. 所以观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们趁空暇的时候，必须要去学习，让自己有更多的资讯来去学习。那这样的话，就有办法让自己在24个小时之内都能去学习。The good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So like that. And when eating, also. 甚至在睡眠的时候也能够学习，也能够修行。尤其在饮食的时候也能够修行。纵使你去大小便的时候也能够修行。那当你在打架的时候，我就不敢确定能不能修行了。但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如果我们具有对于法的一个认知，以及这种对修行的意愿、坚强的意愿，所以我们都能够运用每一个时间、每一个的动作来去修行。Isn't impermanence law of nature more than a Buddhist teaching? 那无常以及空性，这只是一个法性的规则而已。这是佛法的教训，佛法的学处吗？现光传论里面呢，有说到了此中无少浅，亦无少可立。也就是说，如果空性是讲到境上的一个空性的话，空性并非是说透过空正见的观修才形成，不是这一回事的。自性也不是说透过空正见来去破斥，也不是这一回事，而是自性本身，它就是一开始就没有的。无论如来有没有在世，自性是未曾有过的，空性本来就有的，而不是说透过空正见去创立的。所以现光传论说到了此中无少浅，亦无少可立。As I mentioned before. The Buddhism, I think, very much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实际上，如同我之前所说的，佛教非常强调必须要配合实际的状况来去修行。所以，佛教的修行其实就是讲到符合实际的状况来去做出的取舍，这个就是佛教修行的一个基本啊。Creates problem. Therefore.所以，所谓修行的方法就是配合实际的认知，以这种的智慧来去做取舍。所以，为了能够真正的做佛法的取舍、佛教的取舍，我们必须要去认知实际的状况是如何。当然，在佛教的教义里面，有一些是刻意透过某一种的目的来去创造某一种的观想。那这个是一个因为有某一种的特别的目的而去做这种观想，并不是符合实际的状况。就像要比本尊瑜伽来讲的话，我们说到了蓄意刻意的这种本尊瑜伽，你实际上并没有嘛，但是它因为有某种的目的而去做这种的观想，所以我们说蓄意刻意而去观想的本尊瑜伽。那透过蓄意刻意而去成就任运承办的本尊瑜伽。但是虽然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获得这种任运升起的本尊瑜伽，但是这前行我们必须要有蓄意刻意的本尊瑜伽啊。他的问题是空性还有无常是否是佛教的学处？对方就回答说：“我说，空性和无常就是实际的状况。那当然是佛教的教授，也是佛教的学处啊。为了对治常执而说到了无常，而来去修学无常的智慧。为了对治自性执着，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实际状况的空性，而来去承办空正见啊。因为要消灭许多的颠倒执着。”
就像常识，因为很多的问题是来自于常识。为了消灭常识而说了无常。我们说到有4种的颠倒值：不净视为净，无常视为常，苦视为乐，无我视为我。就说到这4种的执着。不净视为净，而之后无常视为常，之后苦视为乐，以及无我视为我。所以我们有4种的颠倒执着啊，以及4种的正确认知。所以我们说到4念住嘛，所以Buddhist science, Buddhist concept of philosophy. 佛法可以分3者。如果我们讲到了佛教的科技，或者佛教的见解，或者佛教的修行，可以分3者。佛教的一切的修行是来自于佛教的观点。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如何完全断除这种烦恼的内涵。如果我们具有这种的观点，当我们真正的看到或知道了，烦恼是可以被完全消灭的可能性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追求解脱而去修行。就是涅槃的认知和涅槃的存在，这是配合实际的状况而来去说的。就像无常等，实际的状况确实是无常。但当然，无有自性，这也是实际的状况。所以我说到了佛教的科学。那这一切都是完全依赖着实际的状况而去成立的。如果这种的观点没有办法跟实际的状况吻合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很彻底的去进行，或者是很圆满的。那这种就是一种幻想去捏造的，那变成是自己创造自己的一个真实的状况，自己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来去做这种的方法，去做这种修。More sophisticated philosophy, then is point out your concept is actually contradictory with this. 就像中观论师他们看唯识派的时候，好像就是唯识派他们所说的内涵，并不是实际上所发生的一切，是他们自己创造一套理论，是自己去做里面的这种修行的。那这样的话是与实际状况不吻合的。在我们佛教的观点里面有说到了现成分、隐蔽分及细微隐蔽分有3者。那我们说现前分就是说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一切叫现前分。那隐蔽分呢是透过正量、透过理由、透过比量的方式呢来去推理、来去了解，这是没有办法用肉眼看到的，这是要配合实际的状况去认知的。개그소설은 표준체니 상당히 연구를 받다. 그래서 초등 지용기 지용선의 시행으로 그 답을 줘야 게 시행으로. 因此，有一些的学者们说，佛教并非是一个宗教，佛教是一个科学。我觉得这是非常符合实际的一个说法。那我有时候会说，佛教其实是一个人性的一个观点，因为它是吻合我们实际的状况而来去说的一个教义。我们所谓的4圣谛是按照普遍性而说的。那跟个人有没有关系呢？4圣谛当然是有的，但是现在讲的4圣谛是讲到一般的普遍性的一种角度来去解说的。那不知道这个人是以什么样的想法来提出这个问题？那我们是用个别的这一种意思、个别的这个比喻来去了解一般的这个内涵的。就像我们在解释无常的时候，可能会针对小苗的例子呢来去解说无常啊。成佛之后，我们有没有空间再来去增长我们的这种成就呢？这是不能的，因为所谓的正觉果位就是圆满一切功德，所以成就果位之后就没有多余的功德可以成长了。但是一切的万物就是每一刹那都在改变的，所以呢，因为有新的面孔，所以有一个新的认知，有一个新法的话，就有一个新的片知了。因为有一个新的法存在，所以认知这个新法的片知，就是佛陀智慧又会再次的产生。所以这种
佛的智慧又会再次的产生，但是并没有说以前未得过的功德，或者是更高的功德，这是没有的。就像以现在的这个层次来讲的话，我们的心一直在改变，它是因为无常性。所以我们心的究竟性呢，它是一个缘起，它是完全依赖着它才能有的，这像是无常。所以我们的心变成了佛的智慧的时候，还是会仍然的改变，每刹那的在改变当中的。但是那时候我们的这个心会把它称为叫做法身，因为它已经转为佛慧了。我们称为叫智慧法身。所以佛有分三身或四身。如何用最好的方法来去观想这个本尊于前，这个就有一点复杂了。那首先是要让自己认识空性，因为空正见才是真正本尊于前的基础，让我们去观想本尊于前。本尊于前的唯一途径、唯一因缘就是空正见。如果没有空正见，或者对于空性的一个认知，对空性完全没有领悟或者是会意的话，那根本就没有基础来去修行本尊于前啊。只是观想，或者是观想对方是本尊，那这样的话就变成印度的婆罗门教的这种观本尊的方法了。同样的，就像气脉明点的观修，印度教他们也有啊，气脉明点的观修就变成相同了。所以，印度的密教和佛法的密教，它的不同点是什么呢？就主要是由空正见来去做区别的。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想要去修学金刚乘、密乘、咒乘的话，你们一定要，或者是修行，或者是学习认知空性的道理，以及菩提心。如果没有这两者，菩提心和空正见的话，那咒乘的修行是不可能的。So many our Buddhist friends. 当然你可以学习，但是修行的成就是不可能的。所以有很多我们藏传佛教的朋友，无论西藏或者华人，当你们听到灌顶的时候就非常的踊跃。当你们要听到佛学开示或者是讲授，那时候变成你们很忙碌了，你们就没时间来听这个讲授或者教授。当你们听到灌顶的时候，就非常的踊跃，这个是一种无名呢。So I always see, tell you. 所以有时候我一直这样说，对于我的这个华人的法友，无论是日本或者是韩国、西藏人的这些种种法友，以及印度人，我平常这样说。现在我们是21世纪，我们应该要成为21世纪的佛教徒，这是非常重要的。That's very important. Fuller knowledge about modern science, fuller knowledge of different sort of concepts. 对现代的知识或者现代的这个资讯具备的同时，但又能够透过理由、透过观察，具有开放的这种智慧来去建立这种信心，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佛教徒啊。So knowledg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Of course, I'm not indicating I'm something. Knowledgeable. Full knowledgeable. 所以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并不是所谓要去炫耀或者意味我具有非常渊博的智慧。当然，我的智慧也是只是有仅少的这个少许的程度、少许的知识而已。那兰陀斯的大师，像龙树菩萨来讲的话，他不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者，他也是一个很棒的医生，
他是真正的科学家，我们要去效法他，视为是模范。有一些朋友跟我说，佛曾经有说到了，因为佛自己曾经说到了，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语，如练结魔经，信受非为境。也就是说，比丘们，你们应该好好的观察我所说的教法，不要马上的去相信。如同我们要观察这个黄金是不是真的时候，我们会通过很多的方法去观察般。所以比丘们，你们要观察我所说的教法，再来去相信。By mere virtue of faith, but rather investigate his teachings, just as a goldsmith. 所以我的朋友看到这句寄送文之后，就跟我说：“哇，佛所说的这个教义，佛教的这个精神，真是科学的精神，不可思议。”于是做了赞叹。如果真正是属于佛教、佛经的这个特别所度化的众生的话，应该属于上根者。但上根者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呢？他不会马上的去相信，他会先仔细的去观察，透过智慧来去配合实际的状况是如何，这个教理与实际的状况是否是吻合，不会马上就看说这是某一个人说的，所以他就是说对，绝对不会这样想。他会以一种很正直的方式来去观察这个人所说的内涵，再来去相信，这才是上根者。一切的经或者是重要的这些论点等，特别所要度化的众生，一般来讲都是属于上根者的。Buddhism always talks about needing to find the truth based on proofs or experiences. The teachings on Four Noble Truths makes perfect sense, even on a personal basis. However, the teachings on reincarnation seem all 就是佛教一般都是很强调，就是所谓的理由或者是证据，透过四圣谛的教授我们可以知道，但是所谓的前后世要如何去相信呢？要去如何去证明？所谓的前后世或者是后世，在古代的或者古老的这种非佛教的印度教的这种观点里面来讲的话，有一派的这种宗教思想或者哲学思想，他们认为说前后世是存在的。那通过佛教的观点，为什么我们会相信有前后世呢？最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呢？ Now, as far as Buddhist is concerned, the rebirth theory. 因为心，它必须要透过之前的心才能够形成，这是唯一的理由。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心都是来自于脑细胞吗？这个就是问题了。一切的意识都是来自于脑细胞吗？我们现在看科学研究出来的这个报告，他们也说，他们对于意识的一个解释来讲的话，还没有完全圆满。Scientific research, they themselves also admit their knowledge about consciousness. 他们对于脑细胞或者是脑部的这种解释还没有完全的圆满。所以他们现在还太早，如果来去决定有没有前后世的话，是太早了。还有很多必须要去观察和通过科学的这种方式来去研究的。So further development about you see the science of brain, or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通过现代的科学，因为已经有了方法和仪器了嘛，所以他们可以透过这种的研究所做的这种报告，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令人敬佩的。当然，他们的这种研究方法，透过某种角度来讲的话，确实是超越古代印度的哲学还有佛教的这种研究方法，尤其是针对这种物质世界的这种研究来讲的话，确实是如此。但是有关心类的这种主题来讲的话，我觉得科学的这种对于心类上的一个认知就非常有限了。就像他们对于脑部的这种研究来讲的话，只是刚开始而已。比起心还有脑，我觉得心更复杂了。所以，光是脑来讲的话，光是你对脑的这方面有知识，但是不一定代表对心马上就能够了解。但对心的知识如果足够的话，对心的知识到了一个程度的话，那当然对脑就不用说了。就像好比，
still beginning. So then compare mind and brain. 从脑部的一个某个地方，如果有人如果觉得说会感到不忍的这种痛苦，以及有一个人，那他真正的去认知别人的痛苦而产生的这种不忍的痛苦，是从同一个脑的区域而产生这种的感受。Now, one example. The place of the brain, brain, when someone 从脑部的一个某个地方，如果有人如果觉得说会感到不忍的这种痛苦，以及有一个人，那他真正的去认知别人的痛苦而产生的这种不忍的痛苦，是从同一个脑的区域而产生这种的感受的。也就是说，自己对自己的痛苦的不忍，当我们自己痛苦的时候啊，不是会产生一个不忍的痛苦吗？这种痛苦的感受，以及体会到别人痛苦之后而产生不忍的痛苦的感受，是来自于同一个脑细胞和同一个脑区域。他们透过仪器，到目前为止，他们确实发现了这样一种的报告。那我们现在看，在心类的这种内涵上，在动机上来讲的话，是完全不一样了。一个不忍的这种痛苦的感受，是因为原他人，因为体谅他人而产生的。但是另一者却是因为想自己的痛苦而产生的不忍，所以它是不一样的，动机上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只是源自己的这种痛苦而产生的不忍的话，那是一种无奈的情况下去接受的，那是让自己沮丧的。这种的作用会让自己沮丧，让自己变成独立孤独，或者没有勇气、失去心力的，以及不想要的。因为是自己的痛苦嘛，所以我们并不是自愿想要，而是无奈的去接受的。是不想要的情况下去得到的这种不忍啊。可是另一者是因为爱他人、关怀他人。Because one's own sort of pain usually, you see, come not as a voluntarily accept, but it's something unwanted. Now the sense of concern, some heavy feeling. 首先是由自愿的意志来去接受别人的痛苦，所以他是爱他人的情况下去接受的。第二点，当我们真正爱护他人的时候，是充满了自信的，充满着勇气和力量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情绪。但是另外一者是非常没有力量的，非常衰弱的。Very much positive mind. The other very weak. 所以在动机上已经完全不一样，在作用上也完全不一样。可是所产生的结果却是同样不忍，因由痛苦而产生的不忍，可是却从同一个脑区域而跑出这种的讯息。所以我就跟这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在一个会议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那我们的头脑真的好笨啊，他没有办法分别这两种的不同的不忍。因为在真正的心上来讲的话，心类的一个主题上来讲的话，一者是体谅别人，所以他是真的具有充满勇气的一种体谅而产生的不忍，但是另外一者却不是，是带来沮丧的一种不忍。但是我们脑部却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的差别，不是吗？那之后我就开始开玩笑的说着，就像我们眼泪来讲的话，这是一种身体所产生的反应。Certain emotions, to certain emotions. Now, emotion level, there are many varieties. When you met your dear friend, 由某种的情绪下而产生的一个反应，所以在情绪的这个世界来讲的话，就非常的复杂了。当你遇到你的挚爱的亲友，无论是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自己的小孩，或者是自己的妻子，或者是丈夫等，那好久没有见面的情况下，再次的相遇的时候呢，就因为非常的快乐，由这种非常强烈的快乐而掉出的眼泪，不是吗？
以及或者是当非常痛苦或非常难过，那这种的难过的这个情绪呢，非常痛苦的这种情绪呢，同样的，我们身体的反应是什么呢？掉下眼泪了，不是吗？ Isn't it? Now, poor eye, no ability to distinction. 所以， Same tear. 我们有2只眼睛，它没有办法去分别哪一种的眼泪是痛苦的眼泪，哪一种的眼泪是快乐的眼泪。 Tear due to happiness, then right eye should bring tear. 如果我们的眼睛和头脑是够聪明的话，它应该去分别说，右边的眼泪是应该是快乐的。那当我们更难过的时候，从左边的眼睛掉下眼泪，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眼睛才够聪明啊。 同样的，这样我们才能够说我们的脑部是聪明的，也就是说，快乐的时候是从哪一部分跑出了这种讯息，而当我们难过的时候，从哪一部分跑出了讯息，就像眼睛一样，这样的话，脑和眼睛才算够聪明的。这是我所举的一个例子，所以这些是通过我们的观点来去解释的，也就是说。 Emotional level, and then rest. 在情绪的这种心灵的世界里面，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情绪，有一些是正面的，有一些是负面的，这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当透过这种情绪，身体产生反应的时候呢，它是有限的。 它是简单的，并没有办法像心灵的这种世界一样这么的复杂，因为心灵的世界是更加的敏感的，但是透过身体的反应去表达出现的时候，它是有限的。所以，具有渊博的知识有关于心类学这部分的内涵的话，那我觉得去认知头脑就不会那么困难了。在我的朋友里面，有一些人。 具有特别的这种记忆还有智慧，来去回忆起过去所发生的、前世所发生的。但有些是透过这种冥想的力量来去认知将来会发生的这一切，虽然是不多，但是是有的。我想我们的脑部都是一样的结构，但是因为心类的这种心灵上的训练不同、修行不同，所以所获得的层次也不一样。所以科学家到目前为止，当然一般来讲的话。 并没有很注意的、很感兴趣的来去针对心灵的这个题目上去做研究。他们对于心灵的这种资讯呢，大部分透过个别的这个经验来去做这个结论。一般科学家是说，去研究某一物的时候，透过第三者的研究，如果他也同意的话，就可以做这个结论了。 但是有很多这种心灵的世界的这种复杂的情绪是没有办法计算的，这是很难计算的。但是现在也就是最新的这种科学家的想法是什么？比起之前来讲的话是很深入了。但也是因此，现在有一些科学家他们开始对于这种心灵的世界深感兴趣，也就是所谓的心和脑之间的关系。 虽然他们现在有一些新的这个研究还有发现，但是如果要去决定有没有前后世的话，我觉得还是太早了。有一些细微的心，就像之前所说的，那这个呢，现在是科学家能力范围以外的这种内涵，他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去研究。那这是因为没有办法被仪器给计算。 就像如果我们对尸体去问他、去打他的话，他不会回答。那我们怎么去研究说这个尸体里面有没有最细微的灵魂呢？这很难讲。那也没有办法通过第三者去经验这个已经死亡的人和他的一个死亡经历啊，这也没办法。因为经过死亡经历的话，这个第三者作证的人他本身也要死去啊，所以这个没有办法研究啊。 那至于有没有的这个前后世的问题来讲的话，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前后世的经历，这个才来去成立有没有前后世。只要有一个人有了前后世的经历，有了证据的话，代表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前后世了。
and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also difficult. When that subtle mind experience, the grosser level mind completely cease. So then, we cannot discuss or investigate with such people. Only in front of the dead body, ask something, no question. Again repeat, no question. 当然，选举来讲的话，是说多数为优势的话，那这个叫做获得了这个选举的胜利。但是前后世的这种问题是，如果有一个人有的话，就代表有了；如果有一个人真正的很清楚的记忆前后世的话，就代表有前后世。就像有一个人有做梦的话，就代表说他真的做梦，而不是说每一个人要做同样的梦，才代表说这个人做这个梦啊，这很困难的。所以这细微意识，当我们在死亡的时候仍然存在的这种细微意识，这是非常困难去证明的。只有透过修行，只有透过很深入的这种冥想还有观修才有办法。所以根据科学家来去证明的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相信说这些是存在的。但是现在还没有被证明的，不是代表说他们已经证明没有了。所以证明没有和没有证明是不一样的，就像看到没有和没有看到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有很大的差别。Finding something to be not existent and not finding something. So there's big differences. So 所以有很多的科学家真正非常感兴趣，跟佛教的这些修行者一起做讨论和交流。所以我们佛教徒非常的乐意能够跟现代科学家一起合作，所以我们两者 cooperate with modern scientists. So we both, it's a different way, but trying to 透过不同的这种方法，但是我们最主要所追求的目标却是一样，就是追寻实际的状况，追寻真相。You see, investigate. So about 40 years ago, when I seriously thinking 大约在40年前，当我真正的很认真在想说是否要跟科学家一起交流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朋友，他曾经跟我说，他应该是佛教徒吧，那他就跟我说了，你要小心啊，你要小心，科学是消灭宗教的武器啊，所以你必须要小心。那我那时候就想说，为什么？因为佛教的精神，尤其是纳兰陀寺的传承的研究精神，还有学习精神，就连佛自己亲自也说了。Investigate the content of that verses. It goes our common sense, also reason. 不要马上的相信我所说的话，要透过了观察，那透过足够的理由，再来去相信。如果你觉得理由不足的话，那我们有权利，我们有自由，来去选择不同的这种途径，或者是放弃佛所说的这个法语。Disciples of the mental, according to their mental disposition, you see, Buddha deliberately.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佛针对不同的根器的众生的说不同的这个教法。Then that would be considered not literal, only just provisional. So therefore, I thought. 所以佛自己也说，有一些我的法不能按照词义上来去安立的。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没问题啊。科学的这种精神呢，他们这种研究的方法跟佛教研究的方法几乎是相同的。他们是透过仪器或者是工具，那我们是透过逻辑或者是理由以及修行。虽然不同的方法，但是所要追求的却是真相。你们觉得呢？下一个问题。您是我说菩提心是四圣谛的开始。Starting point for practicing the Four Noble Truths. I think this way, in order to practice of Four Noble Truths. 为了修学四圣谛，不需要先有菩提心。下一个问题。
为了能够修学四圣谛， What is 必须要菩 generosity 提心 and how。但是 important 为了 is 修 the 学菩 practice 提 of 心， it 必须要修学四圣谛，应该是这样讲。 개심을 잘해. 짐바 가르레스 엔 짐바티 추적은 냠린난 개심으로 개심 찍어래. 바로도 집어 주나. 지난번에 바로 집어 주나 올래. 짐바 개심 쓴 거야. 짐바 당구도 쓴 거래. Among the 6 perfections also generosity 请问布施占有什么样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宗教信仰里面来讲的话，当然法王就回答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像六波罗蜜多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说到了布施波罗蜜多了。六波罗蜜多里面的这个布施波罗蜜多，不只是说到了布施这种物质上的一个布施，最主要是让自己的布施心获得增长，让它圆满。最主要是那个心呢，布施的那种心力让它增长，以及布施自己的善业，那之后再布施自己的身体，那这个会能够伤害到我们的爱我执啊。如果布施自己的身体的话，会直接伤害我们的爱我执，或者是布施自己的善业，也能够直接伤害我们的爱我执。Now perhaps last question. 最后一个问题 Do you think bi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human 你觉得有没有 mind 办法透过身体的这个改变来去帮助我们心灵的一个提升，而去进而的帮助宗教的这种修行？就是 biological evolution is sempa ni rimpa semochi leya ki rimpa stepche tende thone chojo nyamlen tende yongru bes I think that's a I think a difficult question. They, in some extent, like altruism. 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那透过某一种的程度来讲的话，就像爱他心，像这种来讲的话，这个跟身体的这种变化就有关系。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慈悲心可以分有限的慈悲心和无限的慈悲心两者。如果是有限的慈悲心的话呢，就跟我们的身体的反应呢有直接的关系了。那如果讲到无限的慈悲的话，那就不需要经由身体的改变或者身体的变化，因为这种无限的慈悲心最主要是建立在透过理由的这种爱他心。Then unbiased compassion, I think, not a biological factor. 是透过了训练，透过了这种修行，而去增长这一种爱他心，而来去成立无限的慈悲，真正的慈悲心、大悲心，并非是自然由然产生，并非是具身而有的，而是透过训练的，而透过修行的。所以这个跟身体的是没有直接的关系。那在这个同时，为了能够现起，为了能够承办很细微的这个身心气和心，为了能够现起最细微的气流和最细微的意识。那这种的观想来讲的话，就跟气脉明点很有关系了。那这样的话，就跟身体或者所谓生理部分的这种观想，或者跟生理很有关系了。那现在就停止吧。我们现在看受愿新闻。这个呢，就是讲到了无限的这种爱他心。那之前说到了四圣谛的这个内涵，四圣谛的认知，让我们有更进一步的认知，有关于轮回。brings certain kind of realization that samsaric existence is ultimately in the nature of suffering. 所以轮回就是一切痛苦的这种性质。那所以，当我们清楚的认知轮回的体性，并且了解到说轮回是可以被消灭的话，当我们知道烦恼的这种过患的时候，当我们就会想要去追求解脱，或者是涅槃了。possibility to eliminate all the negative emotion or emotion. 那这种涅槃或者是解脱是心灵的一种成就，也可以说是心灵一个正面的一个功德或者成就。也就是说，当我们内心负面的情绪完全消灭的时候，这个就是涅槃解脱。那我们现在就要追求，这个我们称为叫出离心，就是追求解脱之心，这个称为叫出离心。
这里有2种不同的这个涅槃或者是解脱。那一者的解脱呢，就是说，虽然负面的这种烦恼完全断除了，可是烦恼所留下的习气仍然存在。这种的解脱的当下，仍然还存在这些烦恼所留下的习气的缘故，所以称为叫做别解脱。那所谓的正觉，最究竟的解脱，为了能够获得的缘故，所以必须要把所有烦恼习气给拿走或是断除。为了能够拿掉这种习气，所以我们必须要菩提心。所以光是空正见是不够的，在空正见的后盾必须要有非常强烈的资粮，非常强烈的这种福报来去支持这个空正见。所以唯一的方法呢，能够带来这么强烈的这种福报，就像我们现在追为个人而个人的解脱，为了追求这种解脱，当然这会带来利益的，但是为了能够增长这一种的福报或是利益，当然不是只是想自己而已，我应该要想一切有情，因为你所缘一切有情的缘故，所以你的福报就变得无量。就像好比同样的念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这个皈依偈颂文，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别解脱而念的话，那这种的皈依偈颂的一个念诵呢，只是为了个人而已，为了自己而已。但是同样的念诵，如果是为了一切有情，那因为一切有情是无量的，所以你念诵皈依的功德也变成无量了，因为你为了是无量的有情了。当然在这个同时，像目的来讲的话，别解脱它只是一个有限的一个成就，它并不是圆满的。但是佛正觉果位呢，成佛的动机本身它是无量的功德，而且成就佛果位之后它是圆满无量的功德，所以你的目的是为无量的功德而去念诵的。所以以这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能够让我们念诵皈依偈颂的这个功德成为无量啊。所以为了自己的着想来讲的话，修学菩提心也是最好、最圆满，给予自己最大的利益的。但是心本身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当你对他人着想的越多，对自己的利益就越大，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状况。而且当心为他人着想越多的时候，心的力量就会越强大，我们心的勇气也会随着强大。这种的自信，这种的勇气，会完全的就是充满自己的内心。这才是正确的这种目标，这才是我们值得去追求的，而且没有任何的伤害啊。当你想自己的未来的时候，有时候会去产生疑惑，或者是畏惧，或者是失去信心而产生的这种忧虑。因此当我们去为他人着想，想他人的时候，当我们想说把自己的身与意奉献给一切有情的话，那你真的会感受到这是没有任何的忧虑，没有任何的焦虑，没有任何的畏惧，因为畏惧、焦虑等这种是来自于自私的想法。所以广论里面有说到，为他人着想，但是自己却获得利益啊。所以有时候跟他人说，菩萨的这种想法呢，他觉得他人是比自己还要重要，所以爱他胜于爱己，但是自己却获得最大的利益，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自私。我们的自私只是想到自己而已，只是为自己着想而已，这才是愚蠢的自私啊！所以菩萨的自私才叫做智者的自私，有智慧的自私。菩萨当然有为自己而着想的这个己念呢，这是有的，但是是为了别人而产生的己念，就是自己要成佛的己念嘛。所以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直都是在快乐的情况下，我去学菩萨行，不是吗？我有一个法友，那他就是有点生气。我说为什么你会生气？他说因为他观想无常的缘故，所以他生气。就是因为他内心里面有个爱我执去作祟的缘故，所以他想到自己会死，所以想无常的时候生气了啊。我想，
所以我刚刚说，为了断除这种四颠倒时，说升起四种的智慧，也就是不净视为净，所以我们要把不净视为不净，把无常视为常，所以我们要观想把无常视为无常，而不是把无常视为常。那因为他想无常的缘故，所以他就想到自己可能会死。那因为这种爱我执的作祟的缘故，所以他产生了不欢喜而生气的吧。So now, suppose we are transforming our self-centered motivation, transform into wise selfish. 所以我们现在改变我们这种为自己而着想的这个心，把这种愚蠢的自私转为有智慧的自私。所以这种的动机，以这种意乐呢，来去念诵这个寄诵文。那时候 visualize here Buddha, and please those Buddhists, the non-Buddhist. 我们先观想，在前方有真正的释迦牟尼佛安住着。我是针对这个佛教徒而说的了。如果是非佛教徒的话，如果你们对这个宗教信仰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观想你们的这个导师，就像耶稣基督或者上帝，或者是有不同的这些自己的导师安住在前方的虚空。Dedicate oneself to them. For Buddhist, yang ada betul ke? Tamar ba. No. Tam Buddhist ini, those Buddhists, and among the Buddhists also, you see, who really want to cultivate this kind of mind, then you see. 那之后把自己奉献给这个资粮田，有没有弃之供养？那佛教徒，你们呢？如果想要真正的改变我们的心的话，请如此的观想，就是前方的世尊围绕着观音、文殊，还有这些的众菩萨，还有慈尊等的这个菩萨众围绕着。那在这旁边还有龙树、提婆、佛护、月称等的这些的大阿舍离也围绕着，并做如此的思维，也就是说，一切有情都沉溺于苦海当中，正遭受痛苦，就像自己一样。虽然想要离苦得乐，但是却离乐得苦。All have same right. 我们都有同样的权利，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的。但是我们从次数来看的话，如果讲到我的话，永远是一个的；但是讲到他人的话，永远是无数的。所以在此就做比较嘛，自己重要还是他人重要呢？无限的次数重要还是单数重要？当然是无限的次数重要。因此，再加上，如果我们为他人着想的更多的话，让自己就会获得更多的利益啊。如果为自己着想越多的话，只会带来更多别人的伤害，以及自己的伤害啊。这个就是法性规则嘛。我们现在在观想的佛，他是透过什么样的方法让他圆满功德的呢？以及他的这些大弟子，像龙树菩萨、提婆菩萨等这种伟大的阿舍离，他们追随了佛之后，为什么能够获得这种圆满的功德？为什么他们如何获得这些种种的成就的？那我们跟随着他们，所以我们更有逻辑的、更有理由的来去修行菩提心，因为他们是靠菩提心的这个唯一途径来去成就这些种种功德。所以透过这种的动机，透过这种的意乐，我们为利益一切有情、无边的有情，视他人为最重要的，爱他胜于爱己的这个动机来去念诵这个寄诵文，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诸世间尽除众生苦。就是我们在此思维这个寄诵文的内涵，尽量的提升爱他的这种爱心，爱护一切的生命。首先礼拜七支供养第一支礼拜，于是我们佛教徒合掌着，我们先做七支供养，第一支礼拜，第二支供养。最主要就是自己的生育三业的这个善业的供养给前方资粮田。最主要是自己所修行之后所获得的善业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或者是做对资粮田的这个供养。那之后是忏悔，那忏悔最主要就是说，随着爱我执而去做出的一切的行为，再次我诚心的忏悔。
之后水洗，那水洗的最主要观想的内涵呢，就是佛菩萨们，那他们最主要是由菩提心的缘故而圆满这些的功德，所以菩提心所造作的一切的善业的，我在此都水洗，请做如此的水洗。之后呢，请转法轮。这结束以后，像做的360地的强劲的。之后请求长久住世，标注涅盘。之后就回向。那现在我们一起念诵这个受愿新闻。如果你们有中文的响应的话，请跟随着我念诵。希愿度脱有情心，诸佛正法与僧伽，直至圆满菩提前，我于汝等恒皈依，具足慈悲与智慧，威力有情我精进。今于佛前沉静住，发起无上菩提心，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希愿度脱有情心，诸佛正法与僧伽，直至圆满菩提前，我于汝等恒皈依，具足慈悲与智慧，威力有情我精进。今于佛前沉静住，发起无上菩提心，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希愿度脱有情心，诸佛正法与僧伽，直至圆满菩提前，我于汝等恒皈依，具足慈悲与智慧，威力有情我精进。今于佛前沉静住，发起无上菩提心，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And dispel the miseries of the world. Thank you. Now completed. 谢谢，现在圆满结束了。面多tâm rì rập linh xí nhìn đề chén ba đi san ye xing du mik đề bù wa yi rô quyên nam đa xing la chö bar shô trai nên xem chen tu nghe thar ji shô che wa sam ye chö dun dê jin shô gyo ru ji Bunda la kam ne ya da ya me Seme yunde gyatsu penga shi nyamchung dola puji tagong seje lumo tagi tembe menga digo shi seje zamlin yangbe pende pendu tenzin kedang rube jebu namju chawa pewa mise lenge chape yonne parme duke na jikpa shine daga jaso uyon jebar kanchong chunde jendo naso lalu pungi zeme ngengu jombe chadang shime nyudo chebe toje tobo nyamon denje nyebe langje rangshe nibon jibe nyinje sona langdo yondo jamje zawe pela rinne nyingdo nakpe debe yondo benzo rangwa zame dundu chusi sungde gadun chebe kesan nyuwa nidu Yandang tenzin chepsi rangri chebe luso longzhe yongdang kawa yacha zhubbe jebo chunzin gunde tuji kyongwar donang gombo jere siwang seje yawe jengar kangje yongsun jache myolam kangze desang dendere nyurdo chawa nangdong chunyi samu dende chosum tuji tudang tenzi dende lume dendu daja denbe myolam geme nyundo sho Kangre rawe korwe shinkam su penda dewa malu jungwe Chere siwan tenzin jazo shape site bado tenjo ji Chanchu semcho rimbo che ma je bana jeju Jeba nyamba meba yang kong ne kong du pe war sho